现代单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20章。天国亲像一个园主，透早出去请工人来伊的葡萄园做工。伊甲工人约定一日一个月，就找因去葡萄园做工。早起时9点左右，伊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伫市场口伫徛，无代志做，就对因讲：“你嘛去葡萄园做工，我会互恁公道的工钱。”因就去。中昼12点到下晡3点左右，伊搁出去，嘛安尼做。下晡5点，伊搁出去，看到有一寡人徛伫遐，就对因讲：“恁哪规日徛伫遮无代志做？”因甲伊讲：“因为无人请阮。”主人甲因讲：“恁嘛去葡萄园做工。”黄昏的时，园主甲伊的管家讲：“你去叫工人来，发工钱互因，对路尾来的先发，然后才发互大省来的。遐个下晡5点才来，逐个人领着一个银。”大省内做工的人想讲，家己会领较济，毋过逐个人嘛只有领一个银。因领了，对主人埋怨，讲：“这个最后来的人只有做1点钟若定，阮互日头晒规日，劳苦工作，你竟然互因甲阮领变多。”主人因其中一个人讲：“朋友，我对你毋是无公道，你敢毋是甲我约定一日一个银？摕你的工钱转去，我要互上尾来的甲你领变多。我用家己的物做我爱做的，减袂用得。我慷慨，你咧目苦赤是无？”安尼，上落尾的画做第一，第一个画做上落尾。耶稣伫上耶路撒冷的路中，叫12个门徒来，私下对因讲：“呾咱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会受出卖，互祭司长甲经学教师，因会甲伊定死罪。后来将伊交互外邦人，甲伊戏弄、鞭拍、钉十字架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”迄时，西庇太的某带伊2个囝来见耶稣，跪落去伊面前求一项代志。耶稣问伊讲：“你爱甚物？”伊应讲：“你做王的时，请你互我这2个囝，一个坐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你的倒边。”耶稣讲：“你毋知家己在求甚物？我得要啉的杯，恁会当啉袂？”因讲：“愿会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我的杯恁要啉，不过坐我的正边倒边，毋是我会当互人的。我的杯为着甚物人准备，就互迄个人。”其他迄10个门徒听到，就对迄2个兄弟生气。耶稣叫因来，甲因讲：“恁知外邦人有统治者得甲因管辖，有领袖得甲因支配。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。恁中间爱做大的，就做恁的妻佣；爱做第一个，就做恁的仆人。拄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互人服侍，反倒是要甲人服侍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。”因离开耶利哥的时，有一大群人缀耶稣去。拄有2个盲人坐伫路边，听到耶稣对遐经过，就大声发：“大逼的囝临命远！”群众甲因责备，叫因恬恬，
毋过因搁较大声喊，主代笔的囝林明远。耶稣停骹叫因讲：恁爱我，甲恁做甚物？因讲：主啊，阮爱目睭会看见。耶稣可能因望因的目睭，因随时阁会看见，就缀伊去。